中西方嘅玄學咧，其實都係一啲象徵或者比喻嚟嘅，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借喻比喻嘅嘢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哋咧有啲時候，譬如話好似講塔羅牌咁啦，你自己幫自己占咧，其實係有好多時都錯嘅，因為好主觀噶嘛，係嘛？即係譬如我就假設我舉個例子。我遇到一件事情，譬如可能我個工作上面唔順利咁樣，咁我抽到隻牌，隻牌咧就見到一個阿 A 咧就打個阿 B 咁樣咁假設啦，咁跟住我話，哎呀，我肯定係嗰個阿 B 啊，我俾佢打啊，咁樣係咪啊？咁你一定係咁樣嘅喎，即係好容易咁，因為我覺得係咁啊嘛，實係對號入座，好準啊，好準啊呢張牌咁樣，咁原來第三個人睇，中肯嗰個人睇，中立嗰個人睇話。原來唔係，你就係嗰個欺凌人嗰個人，你係本身你就係帶住呢個能量嘅，你可能喺家庭入邊你帶住呢個能量，然後到公司或者到出邊嘅時候，你就俾人蝦翻咁樣，可能係咁樣先係真嘅喎。